打開天窗，傾覆之下，看到你靈來充滿我，求主一生用我，願你旨意行在我一生中，每天更新，過得聖生活，榮耀你，天天分享主愛。我的心與我靈，願意一生尊你為大，獻我心，獻我靈，讓我進到你慈愛居所。我的心與我靈，願意一生尊主為大。腓立比書1章12至26節，弟兄們，我願意你們知道，我所遭遇的事，更是叫福音興旺，以致我受的困阻，在預言全軍和其餘的人中，已經顯明是為基督的緣故，並且那在主裡的弟兄，多半因我受的困阻就戰兢不移，越發放膽傳神的道，無所懼怕。有的傳基督是出於嫉妒紛爭，也有的是出於好意。這一等是出於愛心，知道我是為辨明福音設立的；那一等傳基督是出於結黨，並不誠實，而是要加增我困阻的苦楚。這又何妨呢？或有假意，或是真心，無論怎樣，基督究竟被傳開了，為此我就歡喜，並且還要歡喜，因為我知道這是藉着你們的祈禱和耶穌基督之靈的幫助，終必叫我得救。照着我所慕所盼望的，沒有一字叫我羞愧。只要凡事放膽，無論是生是死，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。因為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處。但我在肉身活着，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，我就不知道該挑選什麼。我正在兩難之間，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，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。然而我在肉身活着，為你們更是要緊的。我既然這樣深信，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間，且與你們眾人同住，使你們在所信的道上又長進又喜樂，叫你們在基督耶穌裡的歡樂，因我再到你們那裡去，就越發加增。這是神的話。